救命啊！基本個香港客戶揾到我，想揾套深圳口岸嘅物業。佢同我講冇咩要求嘅咋，要有呢個地鐵啦，有商場，樓下最好係呢個公園咁樣，因為咧佢平時食飽飯，中意落樓散步咁樣話。關鍵係咩啊？佢話總價要係100零萬到70年產權嘅，要係精裝修現樓啦。佢話細細啲都唔緊要噶。當時我聽到頭都大晒不過唔緊要咁我又揾得到喎。嚟，大家一齊睇下呢套樓啱啱佢啦。到啦，上到嚟啦！先從露台位置講起身先，對面咧就係呢個香港啦，會望翻呢個一線嘅海景以及山景嘅，呢啲景區真係少之又少。咁呢個單位咧係66方，做到2房2廳1衛嘅，咁大家都可以感受下呢個客廳開間真係闊到冇朋友啊！咁主人房呢度咧同樣都係望翻呢個海景啊！喂！每日瞓醒覺望住咁正嘅景觀，成個人都醒神啲啦。咁大家感受下呢個空間咧，亦都係 OK 嘅。咁平時咧食飯嘅地方咧，玄關位呢啲全部都係做好晒嘅。呢度嘅單位咧係精裝修現樓咁樣嘅交付嘅，而家現正嚟㗎，所以咧冇任何一個風險嘅。呢間房咧留俾你細蚊仔住都完全冇問題啊！咁一入門口嘅左手邊呢度咧就預留咗平時洗衫嘅地方啦，以及廚房一個位置嚟㗎啦。並且係大窗嘅，呢個單位咧係70年產權，並且係民水民電通埋天然氣嘅啦。嗱，大家覺得呢套單位點樣呢？